Hello，我係阿提士維珊。關於情緒呢方面咧，我都有嘢想同大家分享嘅。我啱啱咧去學呢個藝術治療班啦。第一堂咧，老師咧佢都會話：你試下，譬如可能今日你遇到嘅事情，你翻到屋企，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情緒積累咗啦，有開心、好嬲，或者好沮喪，或者有啲失望。咁你攞張紙、攞支筆，眯埋對眼，亂咁畫。你諗翻我朝早搭巴士係點樣，然之後我見到嗰個同事食早餐到寫咗杯嘢，會點樣？咁我就自己咧會 express 嘅。呢一個過程係冇人 judge 你，冇對或錯，亦都冇人話俾你聽你應該要點做。咁呢一個感覺其實係最能夠同你自己去相處啦，同埋仲有一個空間可以俾你去喘息。畫完之後擘大隻眼啦，咁佢可以係 nothing 嘅喎，佢可以係一紮翹來翹去嘅線，又或者係你好嬲嘅時候咧，你就會可能見到啲 angular 嘅線啦，或者好甜蜜嘅時候，你會 feel 到好 soft 嘅一啲 curve 啊。每個人都唔同嘅，但係你要話翻俾自己聽，我畫呢個時候，原來我嘅心情係點樣樣，從而我哋係會喺呢個過程裏邊接受自己嘅情緒咯。接受自己嘅情緒係最緊要，亦都係比較難嘅一件事。所以有一啲咁樣嘅過程就可以幫助我哋俾一個渠道去將你嘅情緒去抒發，有一個出口。咁樣先至係一個meditation。少少嘅分享俾大家啦，亦都好希望懂得自己嘅情緒，just accept it，just 擁抱佢，接納佢，加油！